会通活伫上帝殿中，伫束缚的疼痛内底，咱继续成做上帝光明的子子。所以感谢上帝将伊的话语赏赐予咱。第三，咱要伫主的面前来宣告：上帝，你录用我这个器具，互我这个器具会通成做你手中贵重的器具，一生一世伫上帝你的恩典内底，成做上帝你欢喜的荣光。咱三甲做伙为这三项来祈祷、来感谢、来宣告。哈利路亚！荣耀有阮的上帝，我们会感谢你，你的疼甲阮同在，直到如今，你来保守引带阮。阮所有经过的日子，伫主上帝你的照顾下面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亲自伫阮的身上赏赐一切的丰盛甲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学了你，因为是你一直到如今保守帮助阮。阮所经过的日子，虽然亲像一声的吐气。但主你已经有赦免阮隆重的罪过，医治阮所有一切的疾病，要搁互阮伫主你的听内底，伫你的话语当中，阮会通听叹，会通遵守，会通伫主你的内面，对着你的旨意来行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主，愿所有一切的好处，敢是对你所来吗？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要学了你。要感谢你将着你的话语赏赐予阮，伫你的话语，伫你的道路内底来行，迄个活命就会显出真正的平安，十足的稳固的脚步。万军的耶和华主上帝，你互疫情平息落来，你互世界会通重新进入一个新的稳定，伫你照顾的日子内底，也帮助阮听叹你的话。继续行伫你的道路，互阮成做光明的子子。主，互阮做代志会通对得起人，对得起上帝。主，互阮会通伫你的内底实实来经历这款的丰富。阮阁要感谢你，赏赐互阮今仔日有这个恩典，让阮存留阮的活命。主来用阮，互阮伫家庭内底成做好的父母，成做好的丈夫、太太。互阮诚侪好的儿女，就是上帝你所欢喜的，也继续帮助阮伫阮工作的场所，会当伫个所在尽心来服侍上帝，互主你的名来得到见证，互阮家己也会通对主领受你所赏赐伫遐个手清气、心洁净的人应允的荣光甲祝福。感谢主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你圣洁的公义也拢伫阮当中来掌管，唯愿你的名伫阮当中得到应该得的荣光。愿阮因为尊敬你的话语，互落尾显明伫阮身上的荣光，较赢古早一切的荣光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的时间来请江伟兄报告。江伟兄。平安，非常欢喜，咱会当三甲聚集伫上帝殿里来敬拜阿罗伊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111年度奉献证明已放伫个人的奉献柜。若还阁有需要奉献证明的兄弟，请到公布栏登记交选。第二，3月74到4月12，教会配合全国祈祷网络推动 S-Shine 教属灵传道简式训练，每日速读5章的圣经，以城市祈祷，并撰写200字领袖心得，敬邀兄弟同来操练。本节的经文进度刊伫第6页。第三，3月12到13，每拜日到拜圣教会年度总会大会伫苗栗西湖度假村举行。叶牧师以及苏新闻执事将前往参加。
本次会中将选举出新任的总会长，请兄弟同心代祷守望，求上帝继续使用圣教会造福这个世代。第四，王文良执事的第二个兄弟王秀玉，中路伫顶礼拜拜二归回天家，定伫3月18礼拜六下午2点，伫仁安圣教会举办个别礼拜，会当参与联委会的兄弟，请到招待桌登记。伫3月14暗时2点，拜二的暗时8点，伫教会1楼练习。第五，3月26礼拜日下午教会半日游，将前往南化区进行交通治理，敬请互相小载。暗顿了回程，餐费每人400块，预定人数60个，请向各小组的组长来报名缴费。第六，自4月份起，礼拜3暗时祈祷会将恢复为实体聚会，敬邀兄弟同来建造祈祷的殿。第七，4月初9各活节主日将举行洗礼式，愿意接受洗礼者，请向牧师报名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来，兄弟，咱来看第5点吼，3月2日下晡的半日游。即使咱若是要去的时阵，你若无车，你往来甲牧师讲一下，牧师会甲你安排车。了后的时阵吼，就是即使你若无小组通来报名，你就直接甲牧师报名。有缘咱邀请兄弟姊妹，主要是联谊，咱大家人咱三甲做伙，对着彼此有更加熟悉，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大家，谢谢。来，咱甲身边兄弟姊妹讲，这是摇花祝福的日子。阿免。咱三角起立，同齐来吟唱俄勒敬拜的诗歌。我要俄勒，从这目睭会出，因为万事伊拢看见。我要俄勒，从这耳孔会出，因为万事伊拢听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我要俄勒，从这目睭会出，因为万事伊拢看见。我要俄勒，从这耳孔会出，因为万事伊拢听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我要俄勒，显明公义的出，伊的国度是光明荣耀。我要俄勒，显明慈爱的出，伊的信心拢无摇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我要俄勒，显明公义的出，伊的国度是光明荣耀。我要俄勒，显明慈爱的出，伊的信心拢无摇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咱这个时阵，三甲做伙来祈祷，心中有啥物款的艰苦困难，将伊交托给上帝，因为伊拢总知影。有啥物款的冤屈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祈祷，因为伊拢看见。你心中的意爱，久久的期待，来甲上帝讲，伊会伫上水的时阵来赏赐予你。开声来感谢，来宣告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阳光充满伫全地，你的信息直到永远，你的目睭看到每一位、每一届阮所做的代志，拢伫你的手中。耶和华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名圣搁通行，你神圣搁通行遐。主啊，我伫这个所在来仰望你，你亲自赏赐阮一切丰富，直到如今。阮伫耶和华你的照顾内底，主你保守，你看顾，你予阮伫你的内底会通有话语通听，你予阮将着逐样的罪恶、罪过这歹来甲除掉净净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保守引带我，予我会通伫你的内底，甲你三甲同行，对着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将着一切的美好赏赐予阮。愿所有要将一切颂赞荣光，拢归于你，拢归于你。主啊，愿将这所在讲，是耶和华你赏赐予你的百姓，伫万百姓当中，唯独你是至高的上帝，超乎万神之上，又搁踮伫众人当中。感谢上帝你的听，将荣光归于你，将荣光归于你。我要阿乐，创造目睭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看见。我要阿乐，创造耳孔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听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我要阿乐，创造目睭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看见。我要阿乐，创造耳孔的主，因为万事伊拢听见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。我要阿乐，显明讲伊的主，伊的国度是权柄荣耀。我要阿乐，显明主爱的主，伊的信心拢无摇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伊拢知影，伊拢明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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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阿门。咱的主知影你所有一切的苦情，也知影你一切的需要。伊伫看这美好的时刻，将关系你的代志完全来显明。伊的目睭有看见，伊的耳孔有听见，伊要赏赐予咱的是至大无穷的福分。感
谢主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，将你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存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好运是对的相思。感谢主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，将伊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伊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存。伊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好运是对的相思。咱请兄弟来。感谢主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，将你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伊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存。伊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好运是对的相思。请姊妹来。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，将伊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伊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。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存。伊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好运是对伊相思。坐声来。感谢主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，将你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愁，了解阮有存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阮在这款好运是对的相思。感谢主赏赐愿福分，无贵无比的福分，将伊稳定对天上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解阮忧
愿在这款好运是对相思。感谢主，相思愿福分，富贵无比的福分。将你恩典对天送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该愿忧愁了解愿有存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愿在这款福分是对你相思。感谢主，相思愿福分，富贵无比的福分。将你恩典对天送落来，万事拢通来拜解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该愿忧愁了解愿有存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愿在这款福分是对你相思。你是听的主，每日听阮的心事，该愿忧愁了解愿有存。你是听的主，了解阮境遇，愿在这款福分是对你相思。主感察我，在我的心，无一项通满遍你。因带我行我命的路，通行伫真理中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亲近我主耶稣，带我亲近，亲近你旨意，你的路，你的心。主感察我，在我的心，无一项通满遍你。因带我行我命的路，通行伫真理中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亲近我主耶稣，带
欠悲中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亲近我主耶稣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立志你的路，你的心，做我一个清气的心，予我有正直的灵，请主用我做你路用，通行伫欠悲中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亲近我主耶稣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立志你的路，你的心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亲近我主耶稣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立志你的路，你的心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亲近我主耶稣，带我亲近，亲近，立志你的路，你的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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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慈爱的怜悯疼痛，到伫如今伫阮。感谢你为阮伸冤，感谢你，互阮有能力赦免人的过犯，就亲像你赦免阮的过犯共款。阿门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的救赎，你的恩典甲呼召，永远拢有效。阿门。永远无后悔。伫你的恩典内底，阮受你照顾到如今。感谢上帝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阿门。阮感谢你所赏赐阮一切丰盛的恩典，又搁照着你的恩典话语的应允，将着逐样属灵的福气、心灵的平安、病痛当中的安慰、伤心时刻的陪伴，并地上逐样阮日时所需要的，丰丰富富赏赐互阮。阿门。排解阮所有一切的忧伤、郁卒甲困难，互阮伫经过日子来
经历你的信心、你的看顾、你的慈爱、你的同在。阿门。所以主，愿向你恳求一个恩典，继续施恩怜悯帮助阮，甲阮牵着你的手，互阮牵着你的手来行，甲阮的手安安牵牢咧。因为阮真容易要离开，要亮开你的手，总是求你为你疼痛的缘故，为你名的缘故。甲阮牵条条，互阮伫你的慈爱内底对你来行，互阮亲近你、就近你，会通成就你的旨意，行伫你的道路，踏进你的心，体贴你一切丰盛稳定的旨意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阮的日子今仔日赏赐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得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，请坐。这是咱要同齐上读启应文，启应文第11篇，我来客请兄弟来用。好的部分，咱三甲做伙齐声上读。启应文第11篇。义人啊，恁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；正直人的儿乐是合宜的。恁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面信歌颂伊，应当向伊唱新歌。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。伊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愿全地拢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拢敬仰伊。耶和华的拍算永远立定，伊心中的笑脸万代相存。以耶和华做上帝，迄个国是有福的。伊所竞选为家己的商业的，迄个国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会眼目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甲仰望伊慈爱的人。咱的心要挖靠伊欢喜，因为咱向来挖靠伊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求你照着阮所仰望你的，向阮施行慈爱。阿免。感谢上帝赐福伊的话，并且照伊所应允的，伊的话的确成就伫咱当中。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。周报第4面，咱要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。周报第4面，撒母耳记上第1章，咱同齐声来读，请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耶和华差遣我抹你做王，治理伊的百姓以色列，所以你着听叹耶和华的话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：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，伫路上亚玛力人怎样款待因？怎样抵挡因，我拢无忘记你。现在你爱起来击打亚玛力人，灭尽因所有的，毋通连续因，将男女囡仔、食奶并牛羊骆驼，甲你进行刣死。扫罗击打亚玛力人，对哈菲列直到埃及前的苏尼，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力人的证民。扫罗甲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疼惜上好的牛羊、牛仔囝，
羊羔，并一切水的物，毋轻灭绝。见那下贱的善的，拢太尽了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讲：我立扫罗做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伊转去无军队我，无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就真忧愁，规暝哀求耶和华。撒母耳到了扫罗遐呢，扫罗对伊讲：愿耶和华赐福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撒母耳讲：我耳孔中听见有羊叫、牛咧吼，是对倒位来的呢？扫罗讲：这是百姓对亚玛力人遐里带来的，因为因疼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予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剩的阮拢灭尽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你自口吧，听候我将耶和华昨暝我所讲的话甲你讲。扫罗讲：请讲。撒母耳对扫罗讲：早前你虽然掠家己做事，也毋是受立做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抹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讲：你去击打遐犯罪亚玛力人，将因灭绝净尽。你为何无听叹耶和华的命令，赶紧努力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做歹的代志呢？扫罗对撒母耳讲：我实在听叹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力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力人。百姓却伫所应该灭的物当中，取了上好的牛羊，要伫结甲献予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撒母耳讲：耶和华欢喜烧祭甲平安祭，敢亲像喜悦人听叹伊的话吗？听命较赢献祭，顺叹较赢羊公的脂油，背逆的罪甲行邪术的罪上等，冤境的罪甲拜虚神甲偶像的罪相共。你既然亚起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亚起你做王。搁再一解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互人平安的主上帝，互人安静，会通听叹上帝天父话语的圣灵，恳求借着基督的保护，享受永远活的平安甲稳定，互阮即时的心灵拢倒转来归属伫上帝你的内面，天使为阮来征战，互这个神圣的所在，这个神圣的时刻，带着上帝你逐样稳定福气、平安运行伫阮当中，通互阮伫你的话语内底，同齐受造就。同齐受提升，同齐因为你的话语得平安、得疼痛、得力量、得胜利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耶和华上帝赐恩伫伊所予咱人的日子，也伫伊看做美好的时刻，将一切的稳定甲疼痛。成就伫咱的当中，伊是主，所以伊管理一切的代志。咱只有伫即款的情景下面，才有法度真正明白是安怎上帝堪得受到一切恶乐甲敬拜。伊是主，耶和华上帝，平安稳定疼痛的主。咱只有真实去经历伊，咱才有法度看见伊做代志的方法，伊怎样赏赐良善，伊怎样处理罪恶。只有即款对上帝的认捌，才有法度互咱产生圣经内底所讲的耶和华的名，圣而可畏。
上帝的名神圣，搁通惊吓。这就是上帝一体两面，伊公义搁自爱，但是伊神圣搁值得咱惊吓。这两项伫上帝的身上，拢总一直存在。伫咱谈拄则所读的圣经内底，看到有一种人，这个人或者阿玛力人，上帝伫这个所在对着第一个王扫罗，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扫罗，伫迄个所在甲伊讲，你着爱去甲阿玛力人完全甲伊灭绝。是安怎？是毋是上帝对阿玛力人特别较讨厌？上帝并无灭绝埃及所有的百姓，但是对着阿玛力人，其实伫出埃及的时阵，上帝就甲因征战过一回，但是了后有一寡人逃走去，无死了完全。了后这一届的时阵，又阁是另外一摆，上帝阁讲爱甲伊完全灭绝，甲伊下互伊清气，无容允因继续活伫这个世代。上帝敢遐尔啊讨厌阿玛力人？阿玛力人到底是啥物人？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一直到扫罗王这段时间内底，拢共有396年。这400年来，阿玛力人一直正做以色列人对着外口对因攻击的代志。阿玛力这个字，伊的意思是凶猛、咬烧战，唔单是咬烧战，佮足爱烧战。了后，另外一个名称来解号，中东的人称阿玛力人，或者抢夺者、抢劫的强盗，伊嘛是阿玛力人。就是同款的这个字，同款这个族群，希伯来文讲有做凶猛佮好战，中东的人称因叫做抢劫的强盗，掠夺人一切的所有。阿玛力人是啥物人？伊是雅各的上生啊兄哥以扫的后代。阿玛力人是以色列人过去伫迦南地要去迦南地的时阵，伫路人所拄着的第一个仇敌，攻击以色列人的目的，无为着啥物货？两项主要的是要拿查因进入迦南地。真奇怪，以色列人要入迦南地，甲阿玛力人有啥物关系呢？阿玛力人是坦拄仔讲啊，伊是以扫的后代。咱斟酌注意看，雅各迄个时阵，对着伊的老爸得到祝福，以扫将着家己大囝的名分卖掉啊。所以当伊将着大囝的名分甲伊卖掉去的时阵，伊伫迄个时阵扣恨伊的小弟，因为伊抢夺了大囝灵性上的祝福。以扫其实对着伊的老爸，原来得到真济的祝福，但是就是属灵的祝福无去。但伊属灵的祝福无去，是因为伊家己看轻伫上帝面前所赏赐予伊大囝的名分，所以对迄个时阵，伊就开始扣恨伊的小弟雅各。对迄个时代开始，历代以扫以东人伫当中，因就一直扣恨雅各，扣恨以色列人。所以因哪早伫这当中，以色列人进入上帝应允迦南美地，了因来到伫路人伫迄个所在，拄着因伫遐呢，甲因做伙征战。阿玛力人对以色列人残酷无情，就是伫利非定的迄个攻击。出来及记第一个拄着的仇敌，就是阿玛力人。阿玛力人伫后摆的时阵，来到伫遐和迦南人联合，也伫何利玛攻击以色列人。因伫士师记当中，佮和摩押人甲米甸人同齐攻击以色列人。圣经伫迄个所在讲，以色列人来到伫利非定的时阵，伫遐呢，因拄着遮个伫迄个所在拄着阿玛力人。请注意，圣经讲的拄着，
伫迄个时阵，以色列人出门，因并无去惹亚玛力人，因伫迄个所在嘛无去和亚玛力人有啥物款过节，但是伫当中，伊做一项代志，看到以色列人无缘无故就拍因，亚玛力人无缘无故来拍以色列人，伫迄个所在阻挡因，将着以色列人真侪只物件、物资，拢总要甲伊抢去。圣经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呢斟酌你甲伊看，安怎样啊？申命记记载即个代志，伊讲。恁爱纪念恁出埃及的时阵，亚玛力人怎样伫路林来款待恁？伫迄个时阵，上帝讲为安尼缘故，所以恁爱伫耶和华上帝赐你做产业的地上得到平安。就是恁入去到迦南地，恁已经得到福气，得到照顾，得到稳定，无搁再流浪的日子。恁爱做一个代志，就是将亚玛力人的名号对通天下间来甲伊倒抹，恁毋通袂记哩这个代志。上帝是安怎对这个代志遮在意呢？圣经来讲这个代志，上帝讲这个代志的原因，因伫路林拄着恁，因注意看，趁着恁野心无力的时阵，击杀恁真后壁软弱的人。你若捌走标过？你若捌爬过山，伫后壁遐个人是啥物人？是足勇的人秘伫后壁吗？毋是，大部分拢是行袂去的，行较慢的伫后壁。但是亚玛力人对着后壁来击杀遐个软弱的，一直抬到头前，了抬袂赢的时阵，因就逃走。所以上帝真无爱人安尼。第一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因并无敬畏上帝，因知影以色列人，因熟悉某一部分来讲，以色列人算因的啥？算因的小弟，是有亲情关系的。但是因伫这当中扣恨计仇，因伫这个所在无愿意以色列人得到上帝应允，用头一步，用后步伫后壁来灭绝。以色列人才是软弱的，才是无气力的，对后壁一代一代一家家抢。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，上帝对因讲：当恁真正得到安息的时阵，有气力的时阵，恁一定爱做这个代志，将亚玛力人不但是伫这当中，伫遐呢，含来抢夺以色列。亚玛力人头前，咱有讲过，伊又搁含迦南人，又搁含非利士人、甲摩押人，同齐做伙做歹，要甲以色列灭绝掉。不但是安尼，非利士人、亚玛力人以及这亚扪人、摩押人，因定定做一个代志，就是伫旷野、伫迦南这个所在，四界游走，看到通好欺负的。因就伫个所在小台努力，将着整个平安的地面，迦南地这个所在，因为有亚玛力人，所以变得非常的袂平安。罪恶甲罪恶联合，变做愈大的罪恶，伫迄个所在危害良善。所以上帝讲：当你勇行，当你平安的日子。爱对着迄个歹，甲伊灭绝掉，互迄个土地有真正上帝所赏赐的平安。上帝讲：恁有能力会通灭绝因，但是咱斟酌注意看，伫这当中，圣经安尼吩咐，伫进前，上帝通过约书亚甲伊讲：你着爱安尼行，爱安尼做。了后伫当中，上帝将因的名甲伊倒抹掉去。但是逃走的这以色列人，逃走的这亚玛力人，继续四界逃窜，继续危害上帝的百姓，继续危害遐无辜伫旷野内底旅行的这生理人，这过路的人客。所以上帝讲，爱将着亚玛力人甲伊灭绝掉，因为因的本性内底，因的
本质内底，就是伤害，就是吞打人，就是欺负人，家己无要做，了后将人辛苦的得来的，伫10000年久当中，甲因抢夺，将着人的性命，甲伊吞打，当作亲像狗遐家纸共款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安怎？上帝讲爱甲罪恶对恁当中除掉。亚玛力人伫迄个时代会当讲，真正是罪恶的毒瘤。所以上帝讲爱甲伊除掉，毋是上帝无喜爱亚玛力人。400年来，亚玛力人一点仔拢无改变。若有改变，就是变做比以前搁较歹，无搁较好。为着保护公义甲善良，上帝必须要出手，将着恶毒对当中甲伊提走。安尼，伊才是一个公义、真正慈爱的上帝。这是上帝伫当中所做的。所以上帝对着扫罗讲：今仔日国家已经太平强盛啊！扫罗，你40岁，当有气力的时阵，今仔日上帝将着以色列人交代伫你的手，你爱做一个代志，顺探上帝话去行。上帝的灵的确甲你同在。古早的时阵，你伫以色列内底，恁的土地上势，你嘛知影，你家己是一个无人熟悉的人。但是耶和华上帝亲自录用你，甲你压悬，就亲像哈纳的祈祷共款。耶和华上帝对着火湖当中，将着宋乡人压悬起来，互伊伫荣耀的座位上三甲座位有分。所以上帝对着扫罗讲：你的确就爱安尼去行去做。15章第1节讲，撒母耳对扫罗讲：耶和华差遣我，抹你做王。你过去是宋乡，你过去是软弱。17节讲，撒母耳对扫罗讲：早前你虽然掠家己做弥赛，但是敢毋是受立做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？耶和华抹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耶和华差遣你，吩咐你讲：你着爱去击打遐犯罪的亚玛力人，将因灭绝净尽。请注意，上帝讲你爱去击打遐犯罪的亚玛力人，迄个犯罪毋是讲伊过去犯罪，迄个字是讲亚玛力人继续地犯罪。但拄仔咱有看，对着出埃及，一直到扫罗这个时代，经过396年，伫这400年来，亚玛力人继续做歹，所以上帝讲，因愈变愈歹，所以你爱去甲伊灭绝掉。上帝甲扫罗讲：你过去弥赛，如今你已经有能力。我予你的能力，我予你的恩赐，我予你的疼痛，我所加添予你的一切，就是敢若为着这样代志，除掉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歹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今仔日予咱安居乐业，上帝今仔日赏赐予咱健康平安。上帝过去伫咱软弱、伫咱丧丧的时阵，直到如今。甲咱请，甲咱听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虽然年老，咱无一定家财万贯，但是咱活得好势，活得平安。但是咱是毋是原来有伫这个时阵思考、少念咱家己？咱有将着咱活命内底遐歹，一项一项甲伊除掉无？还是上帝今仔日互咱有恩典，但是咱？伫上帝恩典内底继续做歹，
继续贪不义之财，继续欺负别人，继续伫活命内底荡生，毋愿帮赞送向的人，上帝讲，这拢总是歹，甚至兼会有一款情景，别人真认真、真拍拼，但是我阻挡伊，因为我惊伊兴起来，比我搁较高，比我搁较得到祝福，所以我就阻挡伊。人类行为内底一个真奇怪的代志，乞食袂怨倒董事长，乞食袂怨倒任何倒一个董事长，比伊搁较有钱，事业做比伊较大，但是乞食会扣薪，会怨倒另外一个乞食分到的钱比伊分到较济。咱若伫即款竞争内底，咱就是犹原抑阁活伫阿玛力人的歹内面，阻挡人亲近上帝，拖掉人的时间，阻挡人会当过更较好的生活，无互伊甲上帝愈亲近。上帝今仔日赏赐互咱稳定、平安、有健康的身体。敢是干那要互咱和别人竞争吗？如果咱若是甲上帝所赏赐互咱一切丰盛，甲伊摕来和别人做伙竞争的物，安尼咱就是行伫阿玛力人的路上。上帝的恩典甲挺盛，对着咱的宽容甲忍耐，是期待咱的富足会通成做别人的帮衬，敢毋是？上帝吩咐扫罗王都爱去做。伫这当中，第二，上帝甲伊讲：你斟酌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第3节。上帝甲伊讲：即时你爱去击打阿玛力人，灭尽因所有的，毋通顾惜因，爱将着男女囡仔、食奶、牛羊、骆驼、驴仔，拢总杀死。伫即当中，咱若阁会记哩，有这样代志，有这样代志。出埃及的时阵，即个话其实上帝嘛捌安尼讲过。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，嘛捌安尼讲过。入到耶利哥城，第一摆征战的时阵，上帝讲啥？耶利哥城内底所有的物件拢爱安怎？灭绝净尽。金银财宝安怎？爱摕来经过火献予上帝，因为这座城是啥？是耶和华为恁征战的，毋是恁去相拍。会记得无？迄一届去的时阵哦，因咧战争是啥？因是西城尔，有无？扫角了后的时阵，就火化。一个火化的时阵，哪呐？地动就怎安怎样啊？迄个枪啊，是对城内底倒出来外口的哦，毋是对外口倒入去内底的哦。所以是地动造成的。所以上帝讲，这座城是啥？上帝带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，这叫做第一座城，这叫做初熟的果子，是爱安怎献予上帝。今仔日来到这个时阵，扫罗是啥物？第一个王，上帝交代予伊的任务，第一个任务就是将着罪恶对恁当中提开。上帝讲：我会为你征战。上帝讲：我抹你。上帝讲：我抹你，互你做以色列人的王，是要互你甲阿玛力人的罪恶对地面上除掉。所以你去的时阵安怎？将着阿玛力人所有一切歹完全拢甲伊摕走。
这是扫罗你做王第一个战争，请注意是安怎样啊？这是我的战争，所以你爱将啥货所有的这物留互我，因为是我吩咐你去做的，是去攻打罪恶。上帝讲，我为你征战，这个是属于我的，你爱将着这个代志拢献互我，并且上帝无讲你爱献互我哦，是讲啥？我为你征战，是我的征战。是我互你有恩典为我征战，我要高举你的名声，是透过你灭绝罪恶，所以你爱将着这样罪恶来完全提走。咱今朝注意看，伫迄个时阵，这是便雅悯族，这是扫罗伊会徛起的所在。你看伊和其他的所在比起来，伊实在是真细。西布伦都拢抑个了比，甲伊平济平大，但是呢，伫这当中呢，便雅悯的地是细。无真大，所以呢，伊伫迄个所在，扫罗讲，我伫阮的族群内底是细的，但是呢，上帝伫迄个所在高抹伊，所以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就去征战，上帝为伊征战。了去征战的时阵，圣经讲，伊伫遐里下面相战，上帝伫迄个所在来为伊征战。到伫落尾，扫罗伫遐里用刀伫遐里来击打亚玛力人。第7节讲对。合腓列直到埃及前的苏尼，摊拄遮咱看，这就是大约便雅悯的地。了后来到伫这个所在，你看的这个苏尼这个所在，伫遮用这个比例尺你得改所在量的时阵，对遮烧战，甲因追杀到伫这个所在，将近200公里呢，200公里呢。就是对咱台南拍甲台中，迄个时阵是无赛车呢，但是上帝互因征战得胜。你看，这这个心热，敢会比约书亚伫旷野烧战的心热搁较细？袂呢？赤手空拳走200公里追杀仇敌。你看，迄爱偌大的心热，伫迄款的体力内底，但是亚玛力人因本身就是即款的走来走去。伫即当中追杀200公里，亚玛力人甲以色列人扫罗王甲亚玛力人拍甲因毋成军队，是一个非常大征战得胜的时刻。但是安尼敢也无够。上帝应该爱真欢喜啊！哦，扫罗你有够赞，但是上帝无安尼讲呢。到底倒有影出问题？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扫罗灭绝亚玛力人的证明，但是安怎样？顾惜亚甲，亚甲是迄阵亚玛力人的王的称号。亲像咱称总统共款，亲像埃及人称因的国王或者法老共款。所以呢，亚甲是一个王的号啦，总统啦，还是皇帝啦，却是人民总统将更加上好的牛羊、水的羊羔、一切水的物，安怎毋轻灭绝？但是遐瘦的啦，无肉的啦，拢安那瘦肌落血拢家灭掉。对扫罗来讲，这是一届安怎好野的机会。伊要伫上帝国内底安怎样夺取民心，建立家己的王国。扫罗的心咧想的是，上帝互我做王，对。但是安怎，我要继续做王，我着爱得到百姓的心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是咱信仰内底上界大的错误。咱倚靠上帝得到祝福，结果家己要做王，这是咱信仰内底上界大的错误。我互上帝甲我救赎起来，但是我家己要做王，我无爱听叹上帝话。原本我的性命是应该是灭亡的。
伫世界是无仰望的，伫上帝国内面，我嘛是无份额的。但是上帝今仔日保守我的性命，存留我的性命，我要家己做王，所以我得用我的气力，伫这个所在，流浪人的心，咱期待通过我的方法，互人听我的话，我无搁再尊敬上帝的话。我要家己做王，上帝啊！我感谢你，甲我带到这。对当以后，你还你，我还我，我已经有气力啊！我毋免你啊！咱若安尼信仰，含遐无认捌上帝的人，家己咧拜神明有啥物差别？完全同款嘛！今仔日咱敢有真正明白着？我的活命是上帝所存留，我的日子是上帝所赏赐予我，我的人生所有一切牛羊、肥的、水的、大大的厝、水水的庄园，拢总是上帝所赏赐予我的。我熬做事业的头壳、智慧、能力，所有一切拢是上帝予我的。我有真正安尼想，有真正安尼来运用上帝所予我的这一切无？那甲无，咱就是咧行所落的路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伫这当中，当伊安尼来做的时阵，你敢知伊会带出什么款效果？倒出来亚玛力人继续伫扰乱以色列人，因为伊无甲因杀死，无甲因灭尽。逃走的人伫当中，亚玛力人犹原来到伫撒母耳记上第30章的时阵，亚玛力人来到西吉列来攻击迄个庄头，甚至伫迄个时阵后摆大比的王以及迄个伊的两个太太，原来拢互掠去，甚至西吉列即个庄头所有的遮人大大细细。拢伫当中受亚玛力人甲杀尽了。咱的活命内底，爱注意着这个代志。伫以斯帖到伫上路尾，以色列人伫迦南地待了真久了后，因互掠去伫外口的时阵，当因漂流伫世界万国，伫迄当中，伫万国中，互人等来等去。到伫以斯帖的时代，是上路尾一届摕到亚玛力人。亚玛力人亚甲的后裔其中的一个，就是亚甲族的哈曼。哈曼伫迄个时阵要借着波斯国王的命令，甲所有的犹太人灭绝，是伊家己假传圣旨。伊用假模互皇帝来传圣旨，要来灭绝犹太人所有的一切。咱今仔日对着罪恶容忍伊一点，日后的时阵，迄个罪恶就会变做大大的罪恶，甲我吞噬去。所以这是安怎？上帝伫咱的活命内底，甲咱讲，咱着爱将着罪恶甲拄互伊清去，毋通留存着一丝啦。迄一丝啦，有一日，伊就会颠倒头转来甲咱教。你有听过一个故事无？古早一个囡仔，伫耕地的时阵，就是春天要到进前种植耕地。那么呢，伊出去外口，伫迄个所在咧找落雨了的时阵，伊咧找遐香菇啥物货，伫遐并到一只蛇囝。伊并到迄只蛇囝的时阵，蛇囝还搁咧冬眠嘛。虽然是种植慢慢的安尼醒过来。但是咧，蛇囝还搁咧困，了后就变到迄只蛇囝看到伊规只青灵灵、非常的水，就怎甲伊摕起来，伫遐人咧带咧，甲伊放伫身躯内底。讲足欢喜的，今日捡到一只蛇，青灵灵有够水啊！了后就摸转去甲厝，摸转去甲因兜门口的时阵蛇因为受放伫
落地啊，抱伫行程内底受烧，烧起来的时阵，蛇就醒起来。到因兜门口的时阵，蛇醒起来，蛇醒起来的时阵，发现伫遐了后，就怎开喙甲夹落，夹对这腹肚边落去的时阵，迄个囡仔伫遐亮规下啊，了后就过身去。人对伫伊身躯内底发现讲奇怪，哪一个囡仔哪会安尼？一只青竹丝伫伊腹肚内底，腹肚边遐。咱若用阮罪恶，互伊活着，或者是咱捡罪恶，甲咱亲近，将其落尾，迄个罪恶会甲咱加死。但愿咱会明白这个代志。以色列人无将着以色列人伫强盛的时阵，无灭绝亚玛力人。迄是上帝予以色列人一个恩典，但是因弃绝这个恩典，上帝予因伫世界当中，予人等来等去，伫因上落难的时阵，上帝讲：我要予恁得的阳光，恁无爱得。今仔日伫恁上落难的时阵，恁感觉我一定爱靠恁以色列人来毁灭亚玛力人吗？上帝讲毋免。当恁上落难，当恁上无能力的时阵，我犹原会当伫我的身上显出我的权能。平安的日子无爱灭绝罪恶。听啊，到伫苦难来临的时阵，你才要灭绝罪恶。上帝会出手，伫咱上艰苦的时阵，炼净咱心上的歹。伫落难的日子，伫因伫列国互人等来等去的日子，上帝伫当中亲自借着迄个时机，当哈曼要来灭绝犹太人，因伫迄个所在呼求耶和华上帝的时阵，上帝最后一摆来出手，伫因承认家己无能为力的时刻，上帝灭绝亚玛力人。迄是圣经上落尾一解提到亚玛力人。亚玛力人亚甲的后代哈曼，伊的名字伫上帝家己的作为，伫以色列人知影家己无能为力，因需要上帝的时阵，因正是当中得到真正的应允。但是咱谁人就一定要听候到咱上艰苦、上落难、上无能为力的时阵，咱才会醒悟过来呢。求主帮助咱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平安富足的日子，咱就将着遐罪拿撒咱亲近上帝遐所有的歹，该提走，通互上帝祝福。会当临到咱这个圣洁的器具内底。亚玛力人因一直阻挡对上帝百姓的计划，但是上帝会当出手，所以你毋免烦恼，总是你要警醒。上帝会当为你征战，但毋好互家己落入去伫罪恶内底，直到咱白白受愈济的苦难。上帝会灭绝所有无听趁伊话语的人。这个时阵，扫罗王来和撒母耳对话，当伊将着遐上好的留落来，伊有真济理由。撒母耳伫迄个所在到扫罗遐尼去，伊就甲伊讲，扫罗对伊讲：耶和华赐我互你啊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啦，我已经遵守了。伊讲的对，有已经遵守了，但是伊敢若讲一部分尔。了后，撒母耳讲：我耳孔听到羊咧叫，牛咧吼，这是对倒位来的声音呢？扫罗讲：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的百姓偌赞咧，吼，偌敬畏上帝，所以因将上好的拢家留落来，要献予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出来呢，冤拢灭尽啊！上帝凡有感谢呢，上帝讲爱
隆重灭尽，无剩的啊，绝对是无剩的啊。但是伊讲，我甲剩的留落，遐上好的我留来。我想上帝意思是干那叫阮甲歹的灭掉尔啦，吼，无讲迄好的吼留啊，我来灭掉，无应该是安尼，家己解说，你知无？我有一个时阵哦，听漳州人咧讲话啊，讲哦，我甲你讲啊，有诶时阵哦，家己讲家己爽。啊！你无影迄个代志，但是安怎家己解说啦，解说甲讲好，我外交咧啦。你讲话我拢有听，毋是。圣经讲，上帝讲啥，拢总爱灭尽，但是安怎留了剩的，这就是咱的问题。咱家己解说，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体写责任，但是有上水的借口。想看觅，我敢是安尼？伫话名内底，撒母耳对扫罗讲：“你自口吧。”听下，我从耶和华昨暝甲我所讲的话甲你讲，无偌久，就是昨暝上帝甲我讲话，所以我今仔日才来爱来见你啦。若无，其实我嘛免遮忝呢。所以撒母耳甲伊讲：你自口吧，你甲我掂去。伊就讲：安尼好，你请讲。伊无伫迄个时阵，马上承认家己的毋对呢。伊讲好，啊无你听，你讲看觅，到底上帝甲你讲啥？伊怀疑上帝话语。撒母耳，你看，乐长甲伊讲这话，这话其实安怎？以前拢是事实。撒母耳讲，早前你细汉，你看做事，但是伫当中顶18节讲，耶和华吩咐你讲，你去击打遐犯罪、继续犯罪亚玛力人，将因灭绝净尽。你啥事无听趁耶和华你的命令？你注意看哦。你无听伊的话了安怎？你家己解说，家己做一个代志，赶紧去抢所有的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最歹的代志。你就是安怎？上帝讲遐拢爱家己分别，但是你家己保守，你家己留起来。咱的文书、咱的能力、咱的才情、咱所有的一切，该上帝讲毋好用这去做歹。了，我第一个所在讲，上帝啊，这点佫袂歹呢。佫足赞呢，所以你互我会当留落来好无？亲爱兄弟，咱爱思考这个代志。扫罗对撒母耳讲：“我实在啦，有听啦，我嘛有行耶和华所我找见的路。你甲看，我嘛甲亚玛力王甲掠倒来，灭尽了亚玛力人啊！伊的上。”伊讲的这拢总对哦，我有听上帝话哦，我嘛行耶和华所找见我行的道路。问题是啥？耶和华上帝叫我行100步，但是我行到99步，我就停落来。有行无？有。行有够无？无。但是有行无？有啊！我就真正有行，还无行？我行99步啊呢。有。所以就是变做到落尾。我的活命，咱的活命是毋是原来安尼呢？了后，伊甲责任撒去倒位啊？百姓却伫所当灭的物当中处了上好，要伫结果显露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请你注意，伊讲的啥是你的上帝，毋是我的上帝。大笔的祈祷甲扫罗的祈祷无相像，就是这部分。迄是你的上帝，毋是我的上帝。今仔日咱爱注意到这样代志。伫这当中，伊嘛知影这是啥应该着灭的物，但是今仔日是啥物人出来去征战？上帝找见扫罗去征战，伊有迄个官兵，伊今仔日征战得胜嘛是靠上帝，毋是百姓。总是伫当中无斟酌注意这个代志，伊无特先使用伊的官兵，伊伫这个时阵爱怎样？伊这个时阵是上帝找见伊征战。伊嘛知影好，就是百姓伫当灭的物当中摕了上好的，就是百姓做了这代志。但是扫罗王有命令、有官兵，会当吩咐百姓袂当安尼做。但是伊的心安怎活对百姓这当中？伊的王位是靠上帝得到，但是伊的心却是活向世界。坦拄我讲过。这就是咱信仰上界大错误的所在。咱袂当
倚靠上帝成就咱的欲望，了咱甲上帝黏伫边啊，这毋是咱的信仰。撒母耳讲：耶和华欢喜。来，你注意看，听叹命令较重要，顺叹上帝话较重要。所以背逆甲行邪术是同款哦。我讲我无拜偶像，我无拜外口的神明，但是圣经讲啥？心若是毋改变，背逆上帝，无听叹伊的话，为着家己的犯罪，做出真济的解说，犯罪就是犯罪。敢若有一个会当改变这个代志，犯罪改变，莫去做歹，安尼，迄是唯一的出路，也是上帝所欢喜的。莫搁去行遐个歹，迄是上帝所欢喜的，也是上帝所设定唯一的道路甲方法。所以尾后伊讲，请注意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？你既然亚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嘛亚弃你做王，是上帝不爱互伊做王的大声吗？毋是哦，是我离开上帝大声，上帝才甲我对这个位刷开啊。扫罗王伫这个时阵，伊无有其他的改变，伊继续安怎样？撒母耳当心要走，扫罗就牵掉伊的外衫，甲伊的衫机扭咧，结果安怎？撒母耳真坚定要离开，因为真艰苦心。我今仔日抹一个王，这个王却是背逆上帝。迄有淡薄仔亲像啥货呢？我甲阮囝教到尾啊，伊离开上帝，我的心会艰苦无？伊足艰苦啊！了后讲，伊就扫罗硬手甲衫机拢断去。撒母耳就对伊讲：今仔日耶和华互以色列国甲你断绝，将这个国赏赐互比你更较好的人。圣经咧讲即字好，毋是讲伊生做更较缘投、更较水。圣经咧讲迄个好是质的好。铁仔有足侪种，铁仔有足侪种。那么有一款铁仔做白铁仔，白铁仔嘛分做足侪种，3控诉甲6控诉。你会真爱迄个物件，是安怎？因为伊袂生鲜嘛。迄个做好，伊共款做铁仔，伊共款做白铁仔，伊共款做 stainless。但是你知影3控诉、6控诉是安怎？因为伊的品质好，伊袂生鲜。圣经咧讲的好，是咧讲即种好，毋是讲伊拢总无问题，是讲伊的本质是好，伊会翻头倒转来找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撒母耳内底记着，汉那的祈祷内底当中讲，伊对恢复当中高举颂扬人，互伊得到荣耀的座位，这是伫扫罗的身上看会到的。伊蒙受恩典。是要见证上帝的疼痛，恩典能力，拢是对上帝所赏赐予咱的。今仔日毋是干那扫罗王身上遐个是对上帝来，今仔日咱所有的嘛是拢对上帝来啊。所以咱无应该，古早人讲食果子拜树头，所以咱一定爱会记哩。咱无拜树头，咱拜搁较头前迄一位，赏赐活命的主上帝，互树啊会生果子的上帝。所以咱毋通袂记即上帝，拍算想要伫上帝以外建立家己的王国。即款和上帝对抗的人，是已经甲家己将着家己的性命对上帝遐甲伊切开去啊！就亲像咱的手机啊，
对着电源遐，甲伊背起来，手机啊也会震动无？会震动偌久？震动甲伊无电去。但是听到伊无电的时阵，伊讲我就是无爱啦，我就是无爱去插电啦。安尼伊感觉我多震动。伊就是虽然是碰过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伊嘛是袂震袂动啦。所以，咱一定爱黏伫上帝内底，敬虔。敬虔的生活，毋是奉献真济礼物。奉献真济礼物，无一定是敬虔的生活。但是敬虔的生活，绝对会互你奉献真济礼物，对毋对？我阁讲一解，奉献真济礼物，无一定是敬虔的生活。但是敬虔的生活，绝对会互你奉献真济礼物。因为你知影是上帝所赏赐这一切，意识到我所有一切来对上帝遐呢，体验到上帝对我美好的恩赐。有一天的时阵，我就甲牧师娘讲，我若无上帝，我今仔日毋知流落到伫倒位去。回想我过去的日子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我一直感谢上帝，是因的恩典疼痛，互我会当徛起伫这个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对你的恩赐，一切拢是美好。上帝安尼带咱，敢若有一个目的，互咱会当体会到伊的好，互咱会当体会到伊的公义。为咱伸冤，互咱会当明白伊对着咱的疼痛，听叹上帝的话，你的活命就会带来更新，甲主相连，你的性命就会强盛。有主陪伴你，你的人生就无孤单，就有伴，就有祝福，就有稳定。来，中间领甲来好做，恁两个徛起来做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啊，徛来头前，徛来头前，请，两个拢徛来，两个拢徛来，好来面对兄弟姊妹，有看无？有看无？看这，看这，看这两双手，有无？拍婆啊咧，请倒转去，请倒转去，谢谢，请倒转去，摊拄则要做礼拜的时阵哦。中间遐甲来合做，因两个行伫门口，我看到迄幕非常的感动，你敢知？非常的感动。翁仔某牵手，亲像老爸牵着伊的囝，你敢知影？人生内底有主牵咱的手。有上帝甲你作伴，你的人生才会美好，才会完整。一直到将来，你会进入上帝，为你有备伫地上的阳光，伫上帝国永远的美好。敬虔的生活，只是伫生活内底听叹上帝的话，照伊的话去行。咱的活命就会看到阳光。来看周报最后迄个所在，来看周报啊，报告事项。第5页，第2点，来三甲做伙来读哈，读第2点，预备请3月初4到4月12，教会配合全国基督网络。推动 SHIIT 属灵高度间歇性训练，每一日速读5章圣经，为城市祈祷，并且写200字的心得，敬邀兄弟同来操练。那么呢，本周的进度要甲伊看吼，伫第6页迄个所在吼，第6页的顶悬迄个所在遐。
亲爱兄弟姊妹，读圣经、写心得，互上帝的话刻铭伫咱的心，咱的日子会因为上帝的话带来光明，带来力量，带来得胜。愿主，互咱过着一个尊叹上帝的话，得上帝赐福的敬虔生活。三角仔头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的听，赏赐你的话语，互阮甲你相同行。愿一切恶乐归于你。愿阮伫你的话语当中欢喜快乐，伫你的话语当中满得力量，伫你的话语当中照着去行。对安尼，阮因为你的话语，因为阮尊敬你的话语，你所讲一切的话语当中所带着的祝福、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、恩赐、能力，也要成就伫阮的心上，互阮成做上帝国有权柄的儿女，见证上帝你的荣光，也将家己见证伫百姓的面前。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好来，甲恁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尊敬上帝的话，当得伊的恩典。甲伊讲来，尊敬上帝的话，当得伊的恩典。阿门。三个起立，同齐来吟唱诗歌。主感谢我，知影我的心，互我的心伫主的面前得伊的悦纳。也用感恩的心，同齐做伙来奉献。主感谢我，在我的心，无一项通我偏离。带我行活命的路，通行伫真理中，带我亲近我主耶稣。立志你的路，你的心，主感谢我，在我的心，无一项通我偏离，因带我行活命的路，通行伫真理中，带我亲近我主耶稣，带我亲近立志你的路，你的心，带我亲近我主耶稣，亲近立志你的路，你的心。愿全能的主上帝，因为伊的疼痛。赏赐的圣灵运行伫你的心中，互你倚靠圣灵，大有能力，伫真理当中徛起，
顺探上帝话语来行，互你殷勤读伊的话，照伊的话语来做，互你的道路充满伊的光明，充满伊的稳定，充满伊的权能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上帝面前，甲世间人的面前，大得能力甲稳定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那今日第二堂就到这，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